去細亞多投資，你話好唔好？大家留意下啦。哇，今日好嘢啦！嗱，而家咧先從阿 Andy 爹哋咧揸車去到地盤，呢個區咧就係 St Anne。咁佢哋咧喺呢度咧有好多地，準備起呢度一啲嘅獨立屋，同埋已經起咗一間酒店。呢間酒店咧，我而家就由個正門開始入去啦。下邊有7間細房。每間房咧就以單人、雙人房，即係叫雙人房為主啦。咁呢度咧你見到晒啦，設計就好有呢個度假 feel，因為佢哋喺成日去邁阿密啊，去佛羅里達啊，咁所以咧佢哋設計上面咧好有嗰方面嘅特色。嗱，呢間房，呢啲所謂單人房啦，有廚房，唔係冇廚房，有浴室。有一張床，有冷氣，有晒衫櫃啊！咁我哋就睇晒啦。設計上非常之時尚嘅，你見到啊？咁呢度有7間房啦。中庭咧就佢哋所謂嘅 party area 啦。咁我哋而家就嘗試咧就上去2樓。嗱，呢個我就想投資嘅物業嚟嘅，咁好簡單啦！去到咧，佢哋一個準備喺度每一晚都有 party、跳舞、玩 DJ。咁咧，而家我去啲大房啊，啲大房咧就可以咧有廳啦，有廚房啦。嗱，呢個廳嚟㗎，客廳，我哋準備有客廳，有廚房，對面啦，一層樓有7間細房，3間大房。咁呢度咧就係啱啱所講啦 ，party room 啦。OK， 呢度。哇！呢個就大地坐腳下。2025嘅細亞多地產情況呢，我就略而家去了解緊。咁之前分享咗個酒店項目啦，啲單獨屋啦，同埋而家個豪宅區咧，呢啲咁嘅地方咧就非常之吸引到我啦。加上咧喺細亞多嚟講咧，陽光、海灘、火山大自然咧，真係隨處都見到。相比下咧，如果我哋喺加拿大咧，我哋一年四季啊，又有冬天落雪啊，夏天炎熱啦，春滿花開啊。秋天啊，紅葉片片啊，嗱呢啲就加拿大特色。當好多朋友有時咧就話：哎呀，冬天好怕，就想落去佛羅里達啊，或者放喺東南亞咧度呢個避寒啊。嗱，今次咧我揾到細亞多，其實真係人生嘅奇遇記。呢個地方離我哋多倫多咧係4個半鐘頭飛機，而且每日都有直航。而且細亞多咧真係啊，由年頭到年尾都得炎熱啦，陽光普照啦。避寒啊，真係一流啊！加上咧，當地咧，某程度上咧係價廉物美啊，比我哋加拿大生活費咧一定平一半。不過咧就選擇冇咁多。不過咧，人而家嚟講咧，即係當地人嘅治安啊，人嘅所謂嘅文化，我相信咧今日嚟講咧，細亞多係令我哋叫做大開眼界，加上咧呢個治安係非常之好。分分鐘好過加拿大今日而家我哋嗰個環境啊！講翻片段，而家見到呢一個好似荒廢咗嘅一個古建築物係咩事呢？係而家細亞多第2個滑浪城市啊！原先之前我有介紹個片段滑浪城市第1期呢，呢個叫第2期。點解會嚟呢度呢？因為第2期呢將會大開發啦，會
喺呢度會有個新嘅機場，咁而且呢，第二期呢個喺海灘環境呢係比第一期呢更加美麗同埋呢壯觀嘅。由於喺10年前呢啲發展商計算錯誤，未有機場起，所以就停頓晒所有嘅計劃啦。將會喺後邊起機場。咁10年後嘅今日呢，政府要喺度起機場呢，所以呢個滑浪區第二期呢，而家呢就大興土木，加上呢當地有啲朋友呢就話俾我哋聽呢，呢個機會好難得，所以帶我哋睇睇啦。加埋呢，而家我哋親身呢嚟到機場發展個地盤啦。嗱，呢度呢，當地政府同我哋通知我哋呢，大概用5年時間呢，就會將整個機場完成所有嘅設施啦。所以呢一笪地方呢，將會成為薩爾瓦多另一個寶藏地帶，或者叫做旅遊名勝主要嘅觀光點嚟嘅。所以當地朋友咧有見及此咧，就已經主動地咧一早咧已經喺度發展咧起酒店啦。見到啦，後邊就係佢哋嘅酒店嘅位置啦，非常之美麗啊！其實同一時間咧，我都參觀過唔同嘅發展項目啦。嗱，呢一個發展項目咧，就喺之前我所講嘅第二大城市聖安呢朋友，佢嘅發展項目全部都係單獨嘅西班牙式嘅度假屋，咁每一戶咧就2房2廳2車位啦。嗱，全部設計非常時尚優雅啦。咁而且我咧今次睇到咁多精彩嘅發展項目咧，對我嚟講，對我呢個悠長假期計劃咧，我都動心嘅。所以咧，我嚟緊都要再繼續咧，再去薩爾瓦多考察啦。希望喺我嚟緊幾個大 project 咧完成之後咧，我可以喺度咧留一啲嘅自己嘅將來退休計劃喺度啦。身邊好多朋友問我去 El Salvador 薩爾瓦多麻唔麻煩？其實我係身處多倫多最好啦，每日都有班機直航去，比去 Vancouver 更方便，而且使費更平，至少慳大半啊！大家留意下啦。